2019年，咱国通过同婚专法，也毋过跨国同婚，阁有收养囡仔，阁有障碍。内政部昨宣布讲，未来同婚家庭会比照一般的做法咯，收养囡仔的身份证父母的登记，袂阁加用一个字咯。在这个地方养，为爸比着查某囝的身份证顶头，当成伴侣苗爸被标注成做养父，表示查某囝是2个人收养的囡仔。但是，伫医生配偶收养囡仔时阵，并未特别注明。经过民间团体努力推动，内政部伫咧8月30日通过相关修法。司法院释字第78号解释的施行法，今年修法嘛，这个父跟母的栏位会变成是把那个养字拿掉，就是2个就是父或者是母，就会跟异性婚是一致的。未来同婚的家庭将会比较异性配偶的做法，收养子女的身份证父母拿，未搁再加注养字。听到修法通过，维爸真欢喜地讲，会赶紧带查某囝去换身份证。这很重要，因为身份证上有养字，会让小朋友被收养的这个事实必须对任何陌生人公开。这对孩子其实是很奇怪的，跟很疑惑的。尤其当异性恋家庭被收养的小孩不用面对这样的事情，那我们终于可以平等成家，我觉得很开心。也期待后续的像是户籍系统修正，其实是必要的。我们希望能够在不管是身份证、户籍誊本各种的文件当中，我们都能够得到一样平等的权利。咱国2019年通过同婚专法，今年5月搁再3读通过。司法院设立第748号改正施行法修正案，互同性伴侣会当无费完收养。东家会统计，目前全台湾同志家庭收养囡仔的差不多要到120组。这边提到收养子女身份证顶头用这字，就和台湾的婚姻平权搁再向前跨一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